国家正义、荣誉，荣誉是我的生命。今仔日，民进党用这种垃圾步，讲我是贪污案，讲我是专业法律漏洞，对我38年来对警察到即啊奉公守法、为国家服务的人，我挡袂牢，我无法度忍受。今日抹黑恁国家543，我今天把我所有的证据一项一项的摊出来给大家看，大家把酒看清楚，好好的讲清楚，用抹黑是无效的。我把我的8项最重点的抹黑，我一一的来跟各位报告。我用证据来证明一切。第一项，我开7000万去买土地，我下半某还未结婚的时阵，这个土地95%拢是因兜的，人家是继承来的，我还未娶伊呢。买5%，27平，开200万，200多万，人家讲7000万，讲我骗子，讲我骗子。再来讲，我是贪污的警探，讲我开1.7亿起这间厝。我甲大家报告，这间厝的造价工程费有合约书，伫这个所在，恁等下家己看，3600万的合约书一只，这是工程合约书一只。其他的，讲我贪污，讲我无意探长。孰可忍不可忍啊！